电脑相关咯，咱是爱完成一关实地电脑。应该是培训会，可是一直在下雨，快要过年了，但是大家的心情都不好。为了哥哥争取要买新摩托车的事，爸爸妈妈和哥哥又吵架了。家里这辆摩托车不可以用吗？还用你们赚钱就要乱花钱？哎呀，现在行情不是很好，能用就先用着旧的吧。对了，这摩托车这没做坏，你自己用，我才不要。都是你跟我祸害啊！明明这些年，为什么大家都不开心呢？妈咪，你可以告诉我们怎样才可以一家人开开心心过年呢？爸爸妈妈，你看，走，快来看啊！哎呀，下这么大雨，这个老先生，你赶快进来我们家避一避吧。看看，所以以前老师是比较广，但是讲伊个规矩的所，我们也内底，然后有一个人当主持人，是谁呀？我是谭。伊是在乎，伊是成功，伊是平安，伊是和谐、和蔼。但是写内底要请一个人，这爸爸就讲，哦，你我爱栽树啊。在为咱做，在快乐啊，就是叫做帮助。这太太，妈妈讲伊爱平安，这囝讲伊爱成功，因为成功咱事业是大啦。这个姐姐哦，请夫妻是讲，为什么你爱请和谐咧？爸爸有认同哦，所以就请和谐。这个伊请和谐，其他的全跳出来咯，拢行出来咯。讲伊外仔内拢另外写，咱请一个名嘛。只要和谐进来，平安、成功、财富都会对。现在知道了，要让我们一家人开开心心，就是要和谐。家人的家人。欢欢喜喜幸福呢，一定爱和谐。所以讲，一个家庭内底来当和谐，你的平安，你的财富，你的这个一切拢幸福的垂对。但是各位先生，要和谐，要和谐讲的是足简单，但是是要用，是要用，因为爱常常爱自身的修养道理，所以咱才讲爱结婚立志。来爱心正正，你心啊正到我当修心，心咱修，修心了后，咱地家了咱治国平天下，这是一定的一个定律。好啦，那么下当今仔自身设计呢，第一当。